我叫李阳坤，是高雄人，伫台北做伙工作，以前是咧拍纪录片，即马住伫咧台中，伫咧立法委员陈佩伟的服务团队内底咧服务。 阮阿嬷兜啦，我阿嬷兜是伫咧婚林啦，因为细汉时阵就是每2礼拜就会转去婚林一逝，所以转去阿嬷兜就会讲台语，就是会晓淡薄会晓讲安尼。阮这个初中2年迄当阵因为敢若是第100办讲台语的语言的比赛啦，所以迄当阵就是老师问嘛，看像较定讲台语其实足侪同学嘛是讲拢是讲。 华文较侪，较少咧讲台语，所以嘛是感觉讲我每2礼拜拢有转去阿嬷兜，我应该是会当去参加这个比赛看嘛，所以迄当阵就是，应该是2年的时阵去参加的。其实我到即马拢袂记哩，迄当阵演讲的题目是啥物，敢若甲水果有关系啦。毋过迄当阵我印象是。 无讲介好，因为迄当阵是华文的演讲比赛，甲台语的是做伙伫一个教室内底嘛，就是人足侪边拢是咧讲华文演讲比赛，所以迄当阵就足紧张的，所以就一直讲唔对，所以就是歹势，你看下骹的人就会伫遐偷偷要笑安尼所以你讲是毋是有正面的影响？对我来讲是无，然后我毋知别人是安怎，我是感觉讲迄当阵。 参加过这演讲比赛，伫咧迄个状况、迄个会场的现场，互我的感受，我是感觉到讲，台语足歹讲的，足歹念的，就豆豆唔敢讲嘛，讲佫会同学佫甲伊笑，伊重点是甲你笑遐拢是袂晓讲台语的，你就讲感觉足奇怪我讲是想要来比赛，想要了解讲我的台语的勘断是够对嘛，想要看我甲。 其他班的同学，阮的台语的差别咧大，毋过为着这来去讲，你会晓讲台语无？其实是，我是感觉足奇怪啊。所以你顶边去的迄是上海，还是讲是药啊？阮头家是区域的立法委员嘛，所以其实最重要就是选区的经营，做真济组织的工作，像讲你爱去。 组织一寡活动社团佫有一个足大的部分，就是帮阮头家翕影片就是介绍讲选区有啥物特色还是讲开直播来去介绍讲咱最近咧做的代志。这拢是我做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有足侪平常时拢会拄到的代志，其实我拢会做啦。如果较侪的代志拢是甲组织有关系的，就是安怎去经营这个选区就是。 找较侪资源，会当讲，互咱伫咧讲这个选区咧，替民众服务的时阵会当更较顺利。这是我主要的工作。这无可能遐紧的啦，因为你佫会传妈妈去问，一定是佫爱了解妈妈遮的讲法嘛。后壁遮伊看资料遮判断了。今日嘛，足侪委员议员做伙行，嘛有庄敬诚委员，박기忠副议长，跟阮做伙咧行。安尼有可能去登票的时阵，就看迄单仔顶头，这个我有看过，伊有陪我去倒粪扫，就转互伊所以这就是怎讲咧，一个突破同温层的方法啦，还有一站会去学伫咧消防队后壁，消防队后壁。台湾人爱讲台湾话。段是对梁子开始其实上重要的重新开始讲台语，唔是因为阮头家伫咧节目顶头拢讲台语，其实是我家己咧直播的时阵，一开始就是嘛是做自然，就是用华文咧甲讲看直播的观众来说明讲咱即摆咧创啥，像阮有的时阵徛路口嘛，就是讲拍一下招呼讲一下牛杂即摆咧对咱咧做咧创啥物嘛。一开始拢用华文咧讲，就是有一寡观众在伫咧直播内底讲你应该像恁头家安尼讲台语嘛，就是听华语无习惯嘛，所以就
好啊，无要紧，因为摕直播袂翕我的面嘛，我就想讲伫咧镜头后壁安尼猛讲看卖啊，而且嘛毋是伫咧镜头头前直接讲，所以就袂较惊啊，就是一开始就讲较简单，大家讲早嘛，大家爱食饭啊，爱食早顿啊，嘿啊一开始一定会讲毋对嘛，因为有诶路名你毋知要安怎讲嘛，嘛是透过遮观众甲我鼓励，所以豆会加讲较济，所以后来其实到选电较尾啊要投票进前，迄当阵大家拢会讲哦，你的台语有进步，就是信众啊，也是遮的徛家吼会适当吼来迎接吼大家嘛。那我看到这是区公所的单位吼，还有宣传讲台中活动吼嘛是邀请大家吼，咱7月开始吼会当来领这政府的这地形。开始咧，就是为台北搬来台中咧做工会时阵，就是有较侪机会甲遮的选民来接触接触的过程当中，足侪拢是用台语。所以迄当阵你就开始讲你爱较食使用讲台语去甲遮的民众讲去了解因的问题是啥物，所以豆的为镜头后壁甲观众咧讲台语，变做讲爱甲选民面对面来讲台语，这就是应该是讲环境啦。我感觉也是有一个环境，你若是愿意讲，毋惊讲毋对，定讲会进步。无要紧，像讲我甲你拍遮招好，拄啊伫咧附近安尼踅。有咧赶时间？是无啦，嘿啊。我要啉咖啡啊，啉茶啊。无要紧，伤客气。好，坐。来，记者他们也蛮辛苦的。咱嘛讲过，民主嘛有伊的敌人，独裁者的进化。亲像假信息的洗脑、假新闻的放送，佮有利用东山买断新闻媒体替因宣传，这款的选举敢是公平的竞争？咱敢真正无要无紧，毋去思考咱心内真正所要爱的社会、国家是做啥物款？囡仔的未来佫是啥物款？这是咱手头的选票会当决定的。选举是民主的实践，嘛是政治老仔的较场。咱若过点，一摆、两摆无出声，这选举投票紧绝慢会变做空。咱伫遮拜托咱台湾的主人，真做一个有价的公民，好好认捌咱所在地方候选人的政见、品行，也佫有公道安的内容，用咱手头的一票，甲咱的未来带向更较公平的路途，替咱的囡仔打造更加幸福的国度。公文尔啦，看后壁要安怎处理。这较麻烦就是伊遮有相片。读册的过程当中，一直拢足关心政治啊，拢咧看新闻啊，看网络啊，去了解讲即下政治咧发生啥物代志啊。为什么会想讲要来做这件代志？其实是感觉到讲台湾其实需要更较侪少年人，虽然讲即马嘛无讲介少年啊，嘛是希望有更较侪少年人会讲。来参与政治，了解政治，会当互台湾的政治行向较符合讲少年人期待的未来去发展。区域的部分，也是区域的发展嘛，也是讲对这区域的规划，若是国政的部分，就是希望讲透过讲咱对台湾这认同的部分会当增加，互较侪人认同台湾，咱伫一个我感觉讲台语就是一个认同家己的出身的一个。方式啦，重点毋是讲爱讲到偌好，还是讲偌练当，重点是讲互听的人知影你要讲的代志是啥物代志。听你讲话的人会当听有，就代表讲你会晓用这个语言啦，嘿啊。